同我哋傾下。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劉國勳，早晨。早晨，大家好。先都揾你講下，因為政府而家公布咗洪水橋下村嗰個嘅片區試點項目做一個招標咁，你點預期而家嗰個招標嘅一啲要求之下，嗰個反應會係點樣？我自己都高興咧，政府係趕及今年底推出呢個招標啦，因為都符合翻施政報告嘅宣佈啦。咁我預期個反應應該都會比之前好嘅，因為睇翻嗰個意向書其實都收到22份啦。咁而睇翻個樓市亦都有啲回暖嘅跡象啦。最近喺嗰個即係新發展區一啲嘅原址換地嘅補地價嘅項目都多咗嘅。咁所以我自己相信都係理想嘅。咁而過去其實喺意向書表達嘅，除咗有本地啦，亦都有啲內地嘅發展商啦，咁亦都有承建商同埋一啲綜合企業嘅。咁我自己見得到，即係今次有6個月嘅招標期，咁我期望即係市場都係可以有積極嘅回應嘅。你自己預計可能企業方面係咪都會好似頭先所講，有啲嘉賓話係咪都會可能組隊咁？因為可能有一啲嘅要求都涉及到唔止係發展啊，直情要營運一啲嘅產業用地啊嘛。咁你自己預期會係點樣嘅投標方面？我自己相信呢個亦都唔係一個傳統嘅房地產項目啦。咁你睇個計分已經清楚啦。咁所以都係即係可能喺產業嗰邊都着重嘅。咁而傳統或者一啲地產發展商嚟講咧，都未必係擅長係即係最擅長係營運一啲嘅產業園啦。咁所以其實可能真係會係呢個項目咧係一啲組隊嘅形式，可能一啲係地產發展商，一啲係園區嘅營運者，大家去埋班一齊做嘅。咁正點解即係嗰個招標期6個月？咁一來係除咗方便佢哋去即係去做財務嘅安排啊、融資等等，亦都係方便佢哋揾拍檔去埋班嘅。6個月係足夠啊，係嘛？我諗都叫做唔係一個短嘅日子啦，都。其他唔同嘅要求或者叫做一啲嘅安排啦，包括就係一啲嘅彈性地價繳付安排。片區中標嘅人咧就可以係即係招標結果公佈之後28日之內咧係繳付至少25%嘅地價。咁啊，其餘最多75%嘅地價咧就可以公佈之後咧3年之內啊去俾清嗰個餘額。咁啊期間係免息嘅咁。等等呢啲安排，你覺得對於一啲投標人嚟講嗰個即係佢哋嘅諗法或者個好處係在於邊度咧？始終片區喺香港都係一個新嘅嘗試啦，咁都希望要令到一啲參與投標者咧計得掂條數啦，亦都係有個信心。咁所以呢啲靈活嘅財政安排，我其實喺今年4月都有提出過。咁政府今次採取一啲分期付款嘅安排，我覺得係合適嘅。咁當然啦，可能如果有更多嘅即係一啲嘅因素，例如會唔會可以放寬一啲嘅住宅個預售期嘅限制啦，咁俾佢哋早啲去即係賣樓花等等啊，咁令到佢哋現金流嘅時候咧，更加可以回籠得快嘅時候咧，咁我相信整體嚟講咧，大家都會更加有興趣嘅。仲有冇其他你都關注？尤其是今次其實都話因應市場意見，咁調整咗一啲嘅安排同要求啦。好似話私人住宅用地就由2科去到3科，咁另外都取消咗一啲即係公家嘅基建啊，包括就係話要求嗰啲投標者起一條主要道路啊，咁呢一啲嘅公共設施嘅要求都係減少咗話要建設嘅咁。你自己點睇呢個改動咧？我首先提咧，今次呢個雙信封制咧，亦都係我自己一直倡議啦。咁而更加見得到就係嗰個評分咧，係即係錢嘅因素係30%，其餘係70%咧。咁呢個係改變咗過去地價先行用個產業先行嘅模式去做嘅。咁一來咧，而家見得到地價係比以前平咗好多啦。咁以往可能即係古洞北曾經試過8,000-9,000尺嘅地價，咁而家可能回落到你見最近補地價都係千幾蚊，咁拍地都係2,000-3,000蚊。咁呢個變到有條件可以推行呢一樣嘢啦。咁第二呢個唔係傳統嘅住宅拍賣項目，咁要負責埋整個片區嘅發展啊、產業發展。咁所以政府唔係追求短期嘅利益最大化，而係希望透過產業發展咧有長遠嘅稅收等等。咁呢個係一個好嘅改變嚟嘅。咁至於你話政府去提供多啲嘅住宅係增加誘因啦，而政府做埋道路其實都係羊毛出自羊身上嘅。就算政府如果唔做嘅時候，咁呢個可能喺個發展商或者投標者，佢都喺個地價或者投標嗰度咧，喺個價格因素度反映翻。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個問題就不大，反而政府去主導去做翻咧，係更加會有效率，同埋喺個片區發展者更加能夠遇到個時間咯。好啊，劉國勳，呢個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9點鐘之後再傾啊。劉國勳係新界北立法會議員。
先喺度講緊呢，關於尋日政府公布北部都會區洪水橋發展用地嘅2項啦，推動產業發展嘅安排。咁其中一項呢，就係話會成立一間呢叫洪水橋產業園有限公司，就免地價啦，批地23公頃俾呢間公司咧，亦都政府會以注資嘅方式咧係支持公司嘅初期營運等等嘅咁。繼續同劉國勳傾下，劉國勳係新界北立法會議員，早晨。早晨，大家好。想講到呢一間洪水橋產業園有限公司，咁而家就預出年年中係投入運作啦。你自己期望佢喺成個即係洪水橋嘅發展嗰度個作用係點咧？我自己當然而家北都係講緊要產業帶動啦，咁所以產業嗰個即係發展係重要嘅。咁而嗰個即係時間上面，洪水橋嗰啲土地大部分都已經係平整咗啦，咁係可以已經係即刻去買㗎啦。咁所以今次政府去成立一間公司咧，我期望都係可以係帶動整個洪水橋片區嘅發展，因為實際上嗰度嚟緊，無論係第一個嘅片區又好啦，或者大學城都好啦。咁都係喺洪水橋應該會即係首先上馬嘅。咁所以如果呢個產業園公司能夠帶動到埋個產業嘅話咧，咁變相係可以令到嗰度嘅職啦、住啦、學啦、研啦，都係可以即係平均地去發展嘅。咁當然啦，你見得到今次係成立公司咧，其實比政府嗰個靈活性係大好多嘅，因為涉及到整個產業園裏面可能就有建設、又有營運等等啦。咁可能如果要喺政府裏面遊走，要涉獵到好多唔同嘅部門，淨係行政程序都會比較多。今次用公司嘅模式去推動嘅時候呢，咁變咗係可以更加靈活啦，亦都可以更加方便同市場合作。咁既可以保持政府嘅主導，亦都係可以呢係增加一啲嘅市場嘅靈活性呢，喺整個產業園區公司裏面嘅。你覺得如果即係產業園公司要負責發展同營運洪水橋嗰個即係產業園咧，都係一個好重大嘅責任啦。使唔使或者要定啲乜嘢嘅 KPI 關鍵績效指標去做一個評估咧？我諗你睇翻即係政府啱啱推出嗰個片區招標都好啦，就算你係一啲私人片區發展，你都要求即係個參與個企業咧係要負責埋可能一啲嘅產業園。佢裏面包括咗一啲例如係咪發展一啲產業性企業啦，會唔會引進一啲龍頭企業啦，發展速度夠唔夠快啦，投資規模啦，創造就業等等嘅情況。咁你對即係一啲嘅私人市場都有咁嘅要求嘅時候，咁我諗公道啲講，政府喺翻自己成立嘅產業園公司咧，都應該要同時係負擔翻呢一啲嘅即係 KPI 同埋嘅條件係會比較合適一啲嘅。你覺得產業園公司喺嗰個透明度方面點樣向即係公眾展示咧？又我諗即係透明度嗰方面咧，其實好似西九咁啦，其實都係定期去向公眾匯報啦。咁但係當然啦，今次嘅產業園公司咧，其實頭先都講啦，其實同以往可能地價先行係有啲唔同，咁係用一個產業先行嘅模式，咁佢係會比較靈活，有唔同嘅模式，可能有別於傳統嘅數碼港或者科學園啦，咁佢唔單純係起咗樓跟住出租嘅，咁佢亦都係可以直接批地，咁亦都係可以即係以股代租咁樣咧，同一啲優質嘅公司咧係合作去即係發展嘅時候咧，咁呢一個其實係即係變相係追求一啲長遠嘅收益。咁呢方面其實同傳統可能一啲嘅發展唔同嘅時候咧，我諗更加係需要咧係定期向公眾或者議會交代咧，因為裡面有啲例如直接批地係點有咩條件或者咩原因咧，或者以股代租啊邊啲公司合適咧，咁我呢啲都應該係要即係比較有一啲嘅清楚嘅指標係列出嚟，或者俾公眾去知道咯。但其實成立呢個產業園公司，咁喺佢哋嘅宗旨一度咧，都提到話係推動發展政府着力培育嘅優勢產業等等啦。咁有人都關注到啦，會唔會喺優勢產業當中其實都分好多類嘅？咁譬如有啲嘅即係優勢產業有啲唔同嘅配套設施啦，有會展啊、展覽設施啊、啲後勤研發同埋檢測認證啊、人才公寓啊、餐飲設施等等，會唔會喺發展嘅過程之中，可能都會可能擺多咗喺譬如係一啲餐飲設施或者人才公寓呢一類易啲，即係睇到短期有一啲嘅即係收益嘅一啲長期嘅即係投資咧，就可能會即係少啲去做啦。譬如一啲咩先進建造啊、高增值啊、智能化即係生產嗰一類咁，會唔會都喺因為商業運作嘅模式之下，令到投資者有個咁嘅傾向咧？
我諗其實都係兩步走㗎啦，即係雙軌並行嘅。一方面即係一啲可能比較能夠掌握得到嘅，例如人才公寓啊、配套啊呢一啲可以一路起住先嘅時候咧，就一路去喺市場裏面咧係揾合適嘅園區嘅合作者啦，或者係一啲嘅即係龍頭企業啦。我諗其中其實呢間企業公司仲可以成立啲子公司噶嘛？咁我之前都建議過咧，其實喺15規劃裏面咧，其實我哋可以透過園區公司嘅子公司咧，同可能內地一啲嘅省市合作，佢哋都係啲出口公司咧，喺共同係喺園區裏面咧成立一啲園中園啊，即係喺產業園下面咧再有一啲嘅園中園，大家合作，咁變相係可以即係提速整個產業園嘅發展。咁而我哋亦都留意得到咧，今次喺個規劃個土地用途裏面咧，係改變咗一個叫做專屬嘅即係產業園用地咧。咁呢個係有別於過去咧，可能土地規劃純粹可能一塊地方劃咗係工業，一塊地方係劃商業呢個咧。咁佢係特登係為產業園咧係度身訂咗一個專屬嘅地帶咧。咁變相日後就算要改變一啲嘅產業嘅用途，可能唔同嘅產業嘅變化嘅時候咧，都唔需要特別再去走一啲嘅城規嘅行政程序咧，係令到整體上面後面一啲嘅產業因應市場嘅改變咧，係可以更加快速地去進行一啲嘅回應嘅。OK 好啊，唔該晒劉國勳，同你傾到呢度先。劉國勳係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啊，咁講到有關於洪水橋產業園有限公司啦，咁發展局宣布會成立啦，咁亦都話佢哋負責啲咩咧？營運喺北都洪水橋大約23公頃嘅產業園，咁就喺目標出年年中就投入運作㗎呢間公司咁。而家我哋休息一陣先。